珍从小看妈妈做粽子，糯米可得先下足功夫，炒米是绝对舍不得的程序。浸泡过的糯米炒进油葱酥，香气变丰富，炒到半熟再蒸，确保吃到粽子的每一口口味一致。水放得不够，那米心会不透，火没有控制好的话会烧焦。妈妈做粽子的叮咛，女儿确实执行，如今延续下一代。听得出锅铲声音越来越重，过程极为费力。说我们曾经雇佣很多的婆婆妈妈来炒，其实没有人做得了。所以当儿子张清汉6年前提议全家人共同创业卖粽子，吴慧珍说，她足足考虑了1年。读到硕士，想要回来做这个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浪费了。可是他告诉我说，因为他有这个学历，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做通路。6年打入超商通路，常在粽子评比中夺冠。以前只是受亲朋好友央求包的粽子，现在做品牌。儿子似乎没说大话。由于豆干作为内馅，其实也是张清汉的主意。粽子吃得到客家小炒的风味，成为招牌。经过研究过了，有懂做米稀经过研发改良，有很多种口味，有懂做米稀。我最大的原则就是说，我本来我怀旧我古早味的味道是不能跑掉的。要维持传统的味道，并不代表食材一成不变，方法不能革新。张清汉自己筛选，发现有机蛋黄口感比较好，就全部改用。卤肉要1块瘦1块肥，才不会腻口。刚开始我就是多少，然后就是随便那个食材随便这样佐料什么，然后他要求一定要 SOP 一定要做出来。走出私家厨房的粽子，全家通力合作，在各自的环节用心。张清汉希望让更多人喜欢母亲的手艺，传承的家乡味。上课喽！經過研究改良，要懂得做米絲。經過研究改良，要懂得做米絲。谢谢宗仪老师。